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柯金宝，今仔去甲大家分享一段押韵、趣味、佮有智慧的台湾俗语，请大家共同欣赏。咱讲交际爱有所选择，穿衫看寒热，交友分好歹，毋通伤过复杂。如果讲三教九流、风清国色，去食罗汉交伤济嘛有麻烦。人交陪是关公老辈，咱交陪拢是一家拿头得志。别人交往的是有路用的朋友，咱交往的拢是一家互相伫咧陷害、互相咧利用的朋友。讲交官经、交贵士、交好嘢做去食，交官车食了米。交陪医生腹肚做药厨，交陪牛贩西山牛。有人是只惊跋落学，毋惊火烧厝。只顾着清茶，而无顾着家务。西装是穿甲超起去，落地啊咧地棚子。一厝就强要无碗芳，出门阁装甲惊死人。无门家要加大家，无米要留人客。无食阁加拍下，洋装显领，厝内吊顶，讲话拢无影。大厝大海海，饿死无人知啦。远看去白泡泡，近看着无高。当面激光彩，后面咧流目屎。碰风无底，番薯随根仔尾。碰风水家刣无肉，一分田蹦甲规落角。人情世事嘛袂当讲背底甲厚呢，咱爱称家己军领，责家己的气力，有几斤力打几斤打，趁钱开两，明仔载就无饭啊。身顾家庭才清闲，才有世事甲人情。朋友若是爱要交，薪水趁少难出头，人情世事背甲厚，顶早就去寄人兜。食穿若爱比拼，先谈都无够用。无迄落尻川，咱毋通要食迄落瀉药。无钱毋通加大班，无力毋通要加好汉。咱一个人若讲无钱甲无力是袂过日啦。若无讲交际费伤重，收入无够支出，负债累累，这是咧自找麻烦。若要加阿写，连边就做去食。当生的做员外，慷慨就两倍啊！故意就吓死，干巧食袂了。有钱是你兄我弟，无钱管你去死。有肉有酒全朋友，无肉无酒纯牵手啊！有钱有酒是弟兄，无钱无酒各人行。趁溜溜开溜溜，无留甲一个好朋友。做代志当爱大力，心爱细。万事若小心，可保百年身。咱凡事退一步想，上妥当。袂争赢爱先想输。溜溜秋秋食两粒目睭，心定目睭金。为恁处事目睭爱八金呢，随机应变。心中若无所求，做人就较自由。心头若想定，做事就袂惊。心头欢福在，毋惊咧起风台。咱着想咧才做，毋通做咧才想。世理无书本，见事看办啦。爱看事办事。愈是紧急的代志，咱愈爱冷静谨慎来处理，才袂讲食紧弄破碗，紧事就毋免管。紧行无好步，紧事三分事啦。咱任何的代志初初发生的时，咱都要把握时机，及时去甲处理。讲一时风驶一时旁，细空时若无补，大空则叫苦。老鼠空就变王公门，毋通讲岁家则要补乌，人死咯则叫医生。咱一个人无论从事倒一项工作，咱都爱了解，都爱专精甲迄项工作有关的各种技巧、知识要领。
食迄路饭都爱念迄路经，而且做一件代志，你可能只有一次互你表现的机会。假使你嘛无好把握马虎啦、凊彩随便去甲应付，你可能永远都袂当阁得到第二次的机会。人的一生，咱无法度做真多代志，咱嘛只有甲每一件代志会当做好真善真美、精彩绝伦。今仔甲大家分享到这，以上。